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8月25号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14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0章12节到18节。今日分享的主题是自夸。咱需要有自信，因为对基督信仰的角度所强调的就是信心。但是就亲像咱时常在讲的，凡事拢唔通超过，也是不及。是信心的角度来看，不及就是信心不足。甚至咱讲自卑啦、自爱啦、自恋啦，拢会产生。这个超过呢，就是讲伤过有自信啦，甚至达到伫骄傲啦。咱嘛会讲这是自高、自夸，甚至是咱讲的这个家己伤过放风啦吼。自夸的人，当然袂知影讲安尼，家己有问题啦吼，甚至总是认为全世界吼，家己拢是上好的、上贤，伊啥物事拢上赞安尼吼。最近台湾就有一个捌做过民意代表的首长，互检察官来起诉。咱伫咧看伊咧反应，也是讲伫迄个记者会中间所讲的话，咱无困难就会当发现，伊真正是一种自高自我、骄傲、自夸，伊完全无迄种反省的能力甲意愿，因为伊受到伊的骄傲来暗藏所有的代志。咱伫约翰甲伊阿兄相认的这个记载过程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出一个虽然真悬的地位，做埃及宰相的约瑟，伊并无因为掠条机会，伊就安尼家己骄傲，还是自夸，讲伊家己有偌有能力。才会当担任到着埃及的宰相，伊拢无安尼，伊反倒转来安慰伊的阿兄，毋通因为将伊来卖到埃及来艰苦心，因为伊清楚知所有一切的代志，拢是上帝甲伊安排。还有对于过去的7年的丰收，加上2年饥荒。伊嘛完全无自夸，讲我互伊偌够治理，拢无。伊反倒转归荣光互上帝，伊看当着上帝互伊的护条。不但安尼，伊对伫伊阿兄也好伊的老爸，颠倒是一种用谦卑的态度，用真诚的疼来对待。伊伫咧养子老爸甲伊全家移民到伫这埃及的过程的中间，表现出极大一点。今日的经文记载伫伊老爸雅各安息的进程，交代伊来回到伫这个列祖的家，甲列祖要同代来做。约瑟就伫伊老爸雅各断开安息了后，吩咐皇宫内底的医生为着雅各来抹香膏，准备雅各的安葬。圣经按记载吼，约瑟拍伫伊老爸雅各的面头前低头，甲伊诊。约瑟吩咐侍候伊的医生用香料抹伊的老爸，医生就抹雅各。医生照规定用香料抹雅各的身躯42久，埃及人为着雅各哀哭70日，
为着雅各哀哭的日子过了，约瑟对埃及王这个官员讲：我若对恁得到恩典，请对埃及王传达，我的老爸对我咒诅，就是伊死了后，将伊安葬伫迦南地。伫伊为着家己美满的梦，请替我王来请求允准我去埋葬我的老爸，后来我会阁倒转来。埃及王讲：你通照你的咒诅去安葬你的老爸。约瑟就去埋葬伊的老爸，甲伊做伙去的有埃及王的人神，埃及王朝廷的元老，以及埃及所有的长老，阁有约瑟的全家，伊的兄弟，以及伊的老爸的家眷，只有因的囡仔，甲牛群、羊群留伫高山地区。另外，也有济济的战车甲马兵做伙去。丧葬的场面真盛大，因到伫约旦河东边阿达的五谷场，就伫遐大低口、大哀伤。约瑟为着伊的老爸哀伤7日。迦南地的居民看到阿达五谷场的哀哭，就讲这是埃及人一场盛大的葬式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就叫阿伯麦西，是伫约旦河的东边。雅各的囝照因老爸的吩咐，将伊运到伫迦南地，安葬伫万里的对面。麦比拿田也的这个棚坑内底。就是阿伯拉罕对赫人以弗伦要来做墓地的产业。约瑟安葬伊老爸了后，就甲伊的兄弟以及所有做伙去埋葬伊老爸的人，拢转去到伫埃及。对安尼，咱通看见约瑟对老爸的疼，超越着家己的成就甲地位。伊完全的谦卑，却嘛无家己伫遐彷徨。坦白讲，甲遮个骄傲、家己彷徨的人，无有啥物通好比较的，因为无通好比啦。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的培训的中间，伊安尼讲：阮毋敢甲熬顶家己的人排比、相比，因安尼彼此称同、互相比较，实在无智慧。连伫恁中间工作，包含在内，阮骹口的拢伫上帝定着的道内，拢无超过。阮无超过范围。无去恁遐，嘛无讲有去。其实，阮是头一个将基督福音传互恁的。阮并无超过这个限度，用别人所劳苦做家己的成绩来夸口。阮所仰望的是恁的信心哪增长。阮伫恁的中间工作的范围嘛，愈来愈开阔。安尼，阮才会通将福音传到恁以外的地区，无用别人伫因的范围成就做夸口。正如圣经所讲，要夸口的人，着夸口主，因为毋是家己推荐，是主所推荐阮，才堪得
受人来接纳。对伫保罗所讲，基督徒爱追求的是上帝的称赞，毋是家己伫遐分家规。基督徒所要学习的谦卑服侍的使命态度，就是尊重别人，看重上帝呼召，就好那亲像约瑟同款，也亲像保罗同款。因为谦卑的人会通听见上帝的旨意甲呼召，迄个自夸的人听袂到。就算是讲家己有所成就，也无需要伫遐个所在来分家规，更较无需要伫遐来自夸吼。因为上帝的计划甲安排，咱反省一下，你是毋是伫甲人的同工的中间，你愿意听人的意见？伫过去你咧做决策的中间，是毋是常常安尼真出力摆脱别人的意见？是毋是你咧做决定的时阵会用情绪来做代志，用个人的喜爱来代替关过上帝的旨意？来想看卖啊！咱就知家己是毋是一个自夸、骄傲的人啊！愿上帝帮赞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就讲：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人起来攻击咱，就对咱受气的时阵，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。大水就早甲咱冲走，大涌早就淹没咱。阳光的水早就甲咱淹死，咱就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，拆者落网。咱的性命亲像鸟啊，脱离掠鸟人的落网，落网破离，咱得着逃脱。咱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，伊是天地的创造主。感谢上帝，你享受呼召，互阮有机会来服侍你。求主你帮助阮明白上帝你的旨意甲计划，愿意谦卑来服侍人，互人得到利益，荣耀主你的圣名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